韩国武汉肺炎的疫情愈来愈严重，咱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提悬旅游警戒。所有网络做生意人讲伊飞去韩国采购是冒着性命危险，转来到台湾讲伊胸坎无爽快，带入去负压隔离病房，搁再吐喙之翕相，引起到医生界骂讲伊根本就是蓝衫来。落尾消费者搁发起一个卖买伊产品的行动。 穿着拖仔衫的查某囡仔倒伫咧病床顶悬来咧翕相，但是详细看边仔所有的医护人员装备是真侪全防护衫，包括暗暗咧替伊抽血做检查。原来这个查某囡仔对韩国回来，身体无爽快，甲亲像是得着肺炎，才会带入来隔离的病房。那他现在的身体状况 OK 吗？我们还没有跟他联络过，因为他回来都还没有进公司，所以这个我们比较不清楚。 这个查某囡仔伫咧高雄有名的商圈开服装店，二月中旬，伊甲员工无顾武汉肺炎的疫情，坚持飞去韩国挂货，但是转来了后，感觉身体无爽快，病院赶紧将伊隔离。虽然经过检验是阴性的，但隔离的过程，伊煞伫咧面册铺文，这嘛掀起外界来咧骂，认为替伊治疗的人规身躯包到肉，汗搁流到连内衫内裤拢会澹起，搁爱冒着被感染的危险。这个查某囡仔凭啥物来甲因翕？虽然 事后，查某囡仔有赶紧来解释，讲家己是咧报平安，绝对毋是咧滚耍笑。但也是有袂少的民众感觉安尼真毋好，搁伫咧网络发起叫大家莫来这间店买衫。1个半月会飞一次，那现在呢？现在要等到疫情 OK 了，而我都没有办法出啦。现在，但是生命比较重要。 武汉肺炎继续伫烧，其实有袂少代买业者早就暂时停止出国挂货行程，但这个查某囡仔也是为着生理飞出国，即马毋若爱忍受身体无爽快，佮因为翕相的代志爱接受外界的批评，互家己来吃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